大去咯，大去咯，会当食中昼饭啊！我来啊，来，今晚饭给你，汤匙给你，我食面。哎呀，免遮客气啦，紧食紧食。啊是讲，你敢知影饭甲面因两个有啥物差别啦？唔知影，囡仔兄囡仔姐，恁敢知影？对啦，恁讲的无唔对，饭啊是一粒一粒，啊若像面，伊的是一条一条。饭咧是用米做的，啊若面就是用麦仔做的哦。咱咧食饭的时阵啊，定定拢会用到汤匙啊。若是咧食面，咱就会较常用到箸。你敢知影饭甲面因两有啥物共款的所在？囡仔兄囡仔姐，恁敢知影？恁嘛唔知影对无？那安尼准个哥哥讲互恁听哦。饭甲面这两项拢是淀粉，若淀粉咱人食入去身体内底，才会有力头。就亲像车若要驶去行，就爱食油，也是食电共款。所以咱人就爱食淀粉，才会有气力通好做活动。安尼，咱拢知影因有啥物无共，也是共款的所在。咱搁做回来溜一遍。饭是用米做的，面是用麦仔做的。饭甲面这两项拢是淀粉。囡仔兄囡仔姐，恁较爱食饭，也是较爱食面。欢迎伫下骹留话，互我知影。白龙珠，捡着鱼。